一个我的贵人是啥咧？阿明一个迄个人啦吼，迄个叫乌龟的大兄，伊就甲讲做兵足紧的啦，做兵2年就好啊啦，做做吼，你甲来电视台来找我咧。2年了后，我做完兵，我想讲好，我继续来找阮师傅好啊。结果伊甲我讲的第一句话是啥？你敢知？啥物？我就感动，就感动。伊讲是相棒你入来。快来了！云州，我的身份证号码是 S 机，卖写落家己资料啊！安尼阿辉的身份证号码是阿卖写了我的啊！我要摕啥甲人比？我可能缘到呢。大尾啊，大尾啊！我起码变个出大尾啊！报告因是当天画下嘴部顶上随时变化，相应讲话只能分析几来的人格怀疑表演者，更像神经病。真的伤紧张啊！三个老师要互人敬的时阵，是毋是请老师嘛会当练喙花互阮看？今日是拜五啊！哦，十六区哦，你袂当背起来。是，我有16听。练喙花演员同讨厌的，就是你叫阮凊彩表演一下。阮表演拢少认真的，想甲你凊彩处理的啊！啊，唔较早结的吼，到时哦，你结婚的时阵，阿嬷往生去，阿嬷看无，若无。你给我一个 deadline 嘛？这3位吼导师吼，连面红算甲啥，恁就冲过。节目当中，你上届，你就去徛咧伊的后壁。无人算嘛会使，会使，因为见笑是因咧见笑。专业导师来，来，给！哎呦，哈，那安尼是哈。我甲你讲，你若前2礼拜无看到，无要紧，因拢伫遮的，来，拢伫遮，不要紧，伫遮，阮的马子拢来啊吼！我甲你讲，咱今仔日无啥共款哦，除了吼，咱这个选手自我介绍以外，咱今仔日最后有3位导师，因会出来。因嘛会自我介绍了，互恁家己选恁老师，选恁的老师，选恁的。我有讲唔对吗？3礼拜了，我即摆会当教好子讲台语啊！Choose your teacher, choose your tutor。歹势 ，choose your teacher，敬你家己的老师。好啊，敬好啊，学了好，最后前3名。前3名有啥物咧？第3名是有一个3万块的奖金，啊，第2名有8万块。第1名20万啊！小心要摕掉！水啦！你，够叫小心要摕掉！每一个人都想要摕到迄20万，但是歹势，上重要的是迄2身还未请出来。迄2身啦，又搁是迄2身。规场好，风吹袂倒，一开始邀请咱的林心酒，顺走。是。天长有路你唔去，地角无门你窜进来。哎呦，明知山有好，偏向好山行。哇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哦，这个所在非常的严格。对啊，你若要学好台语，讲好台语，来这拼就对啦。拼对啦！刷来欢迎咱的和平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和平，鼓励大家讲出家己的故事，创造家己练嘴花的风格，拍下鼓励一个。第3位就是伊开足侪时间咧找伊家己的声，但是还是学张学友上好听。好汉斯，欢迎，好汉斯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弟啊！嘿，就欢喜伫遮看大家吼。其实吼，我咧是。较早的时阵咧做迄个艺人的时阵，有一段时间我就走去做兵啊。我做兵哦做2年啦。迄个时阵我规个心肝足压榨的。压榨的时阵呢，这个时阵有一个我的贵人是啥呢？就是阮师傅，迄个叫乌龟的大兄。乌龟、胡龟，下面龟大宝
老乌龟。龟哥伊会讲，阿斌一个迄个人啦吼，伊就甲讲做兵足紧的啦，做兵2年就好啊啦，啊就做做吼，你甲来电视台来找我呢。哦。我讲啊，安尼我就安心去做兵好啊。啊，结果2年了后，我做完兵，我想讲好，我继续来找阮师傅好啊。我就来这个所在，真正是这个所在哦，就是这个李影病哦。李影病，什么盆啊，李影布啊，嘿啦，李影布，盆啊，就是这间吼。结果伊甲我讲的第一句话是啥？你敢知？啥物？哇，足感动，伊讲是相棒你入来。伊唔是叫你来吹。哎，啥物啦？无你出来，嘿，安那呢？我就讲好，不要紧啊，我就继续拼了紧，我就对伊啊呢，继续去拍拼呢，做工课。结果伊讲啊，你无所在空大对不对？不要紧，你来住阮兜，人就好诶。吼，我来走去住因兜，哦，因兜迄叫真正是足大间的厝，叫做豪宅呢吼。啊，结果你甲因查某囝斗阵了？无可能。嘿，收大张。所以呢，大家吼，到时阵吼，你若是拍拼做工课的时阵，有啥物困难，不要紧，吼，拢甲我讲，好不好？拢甲我讲，大你遐，免说你，吼，大领导，免客气，嘿，因兜足舒适的。喂，我甲讲一声。喂，好了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咧汉声广播电台。哎，足困难的呢。哎呀，足困难的我用咱不要讲呢。你背偌久啊？小看啦。小看。因为吼，我平常时吼，其实吼要用到台语的时间无算济。你讲应该是算足少的吧？足少的，我吼，我要有特别的情绪，才有法度安尼用起来。我进前我要坐过你的车，你台语就讲到足好的。对，我就是赛车的时阵吼，台语上好。哦，不过都讲短短的。哎，拢无算短哦，迄就是看情形，若是头前迄种有哦，足歹的哦，路车。特别保证，注意动哦，较冷静的，冷静。阿弥陀佛，大家好来好去。这位施主，你敢袂晓赛车？你若是袂晓赛车，请你转去食饭。好啦，咱欢迎啊欧弟哥来阮的节目。今仔日是第3个宾信，嘿啦吼。啊，若是要去困的，再困恁爸兜哦。阮兜已经足济人，卖过来啊！私底下再个研究。嘿，来，谢谢。刷来马上要来欢迎咱今仔日第5位选手不诋毁，不诋毁来哦。不诋毁，阿公快来了，云州。这个应该是不低俗才对。大家好，我是风动武林惊动目告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的，不诋毁，花枝子，好声鼓励者。花枝子，哎，我先小介一下啦哈。哎，我吼，大家看我嘛知，看得出来吧？我就是一个少年人啊，养妹啊，啊，不过呢，小走者，那就穿下咧哈。好啦，我承认好不好？我是全国练喙花界内底上老的演员啦。哦。不过拜托的吼，你莫阁问啊，吼，你莫阁问啊。无人问的，嘿，家己讲，卖问下。嘉庆君游台湾的时阵，我刚有拄到嘉庆君。无地上，嘉庆君唔捌来过台湾啦。哦，我是伫咧长山拄到伊的啦。哎，恁今仔看到我，就是恁一生上大的福报啦。安怎讲？哎呀，你甲收起来，我来讲，你赚着冒死啊！我来讲，因为你看一场是减一场。哎呦，讲顺哥赶快。嘿，真恐怖，那是碰过的，不是我。我今仔日足欢喜，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我感觉真欢喜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真高尚
的目标，吼，我的目标啊，就是来找翁的啦。中的迄个吼，面仔咧四角四角吼，可能会卡着，这无好。你手卖有袂比哦？那边你有什么物件夹着我唔知哦。果人做业，果人当。你会煞着我，我会讲你。我煞着你。今仔日来到这吼，希望大家吼介意我来练喙花，吼，你若看到我，你就有福报。你若看到我，你就笑嗨嗨，你讲好唔好？我是不地会灰鸡鸡，阿伯啦，首先呢，甲这位呢掠公女王吼，甲恭喜。伊的平常时啊呢，伊的生活压力反射真重，所以今日咱有这个舞台回来这呢吼，练一下喙花，啊欢喜，看到这样一个朋友掠公，吼，啊全身躯的细胞吼，规个呢发展出来吼，我先甲恭喜啦，咱有这个舞台，会当互一人欢喜，这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。哦，感谢花姐姐哦，健康哦，免烦恼，心情就好啦吼，爱啉水哦，哈。再来欢迎咱后一位选手赖武流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做赖雨柔，赖武柔。我今年拄满18岁。我平时最爱唱歌、跳舞，还有搬戏。今年就是伫台北华冈艺校毕业，准备要读大学啊。我的台语是安怎念的呢？是因为我住伫南投的鹿谷，阮兜咧有咧卖茶，还有笋仔。自细汉咧，我就常常讲卖这，搁卖迄啦。有啥物咧？我咧招人客啦。啊！人客看我比迄，伊就真正买啊咧。买了之后去付钱，问阮爸爸讲，我看我是咧买啥？啊，伊家己也毋知，伊则高追，则搁攀场的，伊个攀场买，啊买啊，啊毋知家己买啥，啊袂使退回啦，已经付钱啊，爱收入来。哎哟，我紧张呢。啊，帮我轻松吼。不要紧，先放轻松者。那受伤啊吧？放受伤。爱摕泡面有你坐困哦。咱在录影呢。你安尼变大龙刀哦，突弄哦。突弄。歹势啦，我真正伤紧张啊。好，安尼无紧，你要先去休困一下无？好，感谢，无代志，不要紧。真有勇气啊啦，才18岁尔呢，真的水呢。对啊，你嘛想看下咧，阮18岁咧创啥？咧创啥？唔知影呢，我我18岁今年就无用啊。是，我18岁就是因为话伤济向掠去。我莫讲，紧出来啊！比袂歹啦，拍只鼓励啦，感谢武流，谢谢。18岁尔，互伊一个机会，有勇气啦，吼，继续打拼啦，嘿啊。好，我们后一个选手嘛来啊！欢迎柯信安，欢迎。咱台湾上界热情的乡亲，大家好。伫咧这个遥远的世界当中，有一个国家叫做马来西亚，伊的边啊有一个外岛叫做金马岛。我自细汉呢就伫遐大汉，我上介意食菜，但是阿母讲，囡仔人就爱加食一寡海产，安尼吼才会一暝大一寸。啊，若食虾啊吼，袂用个爬壳哦，爱食龟尾，安尼吼做人才会大尾。啊，若食鱼啊，就爱食鱼头，上班才袂叫头家骂甲臭头。哦，我感觉讲吼，阿母啊讲了真有道理。有一摆啊，我甲朋友做伙去食饭，我看到规桌顶的虾啊，我就全部甲吞落去。吼，大尾啊，我起码变甲出大尾啊。结果，随后警察抓去，被警察抓去。为什么？因为。来遮吼，看到大家吼，毋是台语足练忍，就是讲话足好笑。我要摕啥甲人比？我干那缘投尔，
速度也好，时间也好，拢抓了袂歹，一个好模样啦。哦，虽然呢伊有讲白贼，但是咱嘛是原谅伊。多一句哈，伊讲伊做缘投，那真的哦。后汉生就无讲伊真缘投啊。对啊，伊怎么变啊？对啊，我是生了水。有一摆啊，我甲朋友做伙去食饭，我看到几桌顶的虾啊，我就全部给它吞落去。吼，大尾啊，大尾啊！我起码变甲出大尾啊！结果随后警察抓去，被警察抓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食甲酒醉去共冰岛啦，哪会知影讲过工啦，啊，搁随痛风。我甲阮阿母讲，阿母啊，以后我无爱食海产啦。阿母一看，你这哪是痛风，是去扯着鱼骨啦。啊，哪有人鱼骨去扯着几百啦？唉，阮母啊打电话互我讲，即摆吼公司有一个台语练喙花比赛，你紧去。无啦，阿母，我一个马来西亚人，要去甲台湾人比赛讲台语，你是讲对啊毋对？谁人叫你去比赛讲台语？人是要比互台湾人看，看讲人马来西亚、福建人的勇气。无啦，阿母，勇气甲台湾人、啥物人哪有关系？人讲台湾宝岛是一个好所在，要趁钱就爱为家来，莫做可怜的同胞来台湾才会发大财。天下父母心嘛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啊！阿母讲吼，即马大汉啊，伫咧台湾打拼，袂用个讲大细声哦。别人若大声，咱就爱较细声；别人若细声，咱就点点。啊，若无人出声，咱就爱较大声啦。现场拢无人啊嘛。今仔日我想要做一个有勇气、佮有效的囡仔，所以我来啊！金马岛哦，金马岛，金马岛，马来西亚的金马岛来的。我听过无？大家我听过。无听过咧。冇听过。他有足侪金马吗？对，阮遐的金马拢足侪。也毋讲吼，虽然讲阮遐365天，天气拢足热的，吼，但是每一暗、每一工、每一暗，你要困的时阵吼，棉被爱加足高的哦。是安怎讲？也困啊是嘛，迄针加着，哎呀呀呀呀，煞刚走入来。我想起来啊，金马岛，听讲遐个金马比加蛇较济呢。哦，内行咱伫咧厝的是讲，哎呀，妈妈有加蛇，遐毋是啊，妈妈有金马。小听过啦。所以恁兜就是住咧遐。这是拄仔要引起来啊！这是阮爸的工厂的对面啦。嘿，住伫遮人上艰苦，安怎讲？逐工困啊一把迄针加着啦。哦，拢专金嘛就对啊。足济足济真正。哦，所以你这算讲是东南亚的威尼斯就对啊。嘛，你讲无毋对咧。马来西亚的威尼斯。啊，我是福建人。福建。但是我感觉讲吼，这个福建话吼，甲台语吼差足济啦。哎，你讲我拢听有啊。安怎讲？来。譬如讲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伊叫我招一位运将司机出来食饭。我讲无啦，迄个司机哦，2年前哦，早就好势啊啦，无得找啊啦。伊讲哈，好势，迄司机2年前好势啊，伊是互车弄死的，还是破灭死的？无啦，毋是啦，因2年前哦，菜馆着头奖吼，早就好业无得找啊啦。哦，恁的好势是好势是安尼的好势啊。阮遐的好势是讲即马稳的啊。破洞啊，发财好个啊！啊，阮遮的是讲啊死啊，再见啊啦，臭真长啊，看无人啊。我是感觉讲哦，你练喙花哦，爱较欢喜的。你这个敢若是哦，一个民族性要来宣言有无？好，我即摆要参战，我要甲伊拼。嘿，放较轻松的。好，这个是阮柯新安。对，继续加油啦！一定加油。好，啊，你坐伫咧比我搬囝边啊，吼。新安，看你坐中买赛啊！感谢新安。刷来呢，这是一组的选手哦。2个人斗阵呢。嘿，真高花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做事上顶金，拿走金阿金。我是隔壁收高花，气甲要得火阿花。我是金高花，大家晚，大家好。哇，阿花，你看，这做者亮眼机的呢，安上电视啊啦。系啊，咱先来甲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好啊。好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，我是阿花，我是金高花。我等下这拄则讲过啊。
我的意思是吼，叫你介绍一寡你家己的代志。哦，我家己的代志哦，安尼我甲大家讲吼，我的身份证号码是 S 几几。莫泄露家己的资料啊！安尼阿辉的身份证号码是 R 莫泄露我的啊。叔叔，你介绍一寡你家己的兴趣就好。哦，你讲介绍我的兴趣，我的兴趣我是喜欢拿收水、拿唱歌啦。什么画面啊？会溢水吧？坐伫大船顶看风影。坐飞机啊，应该是飞机哦，坐飞机肯定会沉落，佮直接沉落起来啊！溢水了吧？无，这毋是溢水啦，这敢若1啦。什么讲啥岁啦？你什么1啦？拢几岁啊？你莫安尼好无啊？自头到尾你意见足侪呢。是你拢讲一寡阿萨布鲁的代志。啥物叫我讲的话就阿萨布鲁？好，啊无你食甲我讲，来换你讲，你兴趣啥？我介意看笑话啊。哪遐无品啦？介意看别人的笑话？不是这意思，我讲的是看练手花，看别人讲笑话吼。你莫害我互别人误会好无？啊，你想要互别人误会，袂嘛是爱互我吧？误会什么误会啦？而且我互你误会要创啊，我是会当变较少年哦。你若互我误会，我那就比7岁啊！你原底2岁尔呢啦。你足够算的咧，来后一个吼，我的体阿金的体重吼，加上阿辉的清管，加上顺哥的年纪，总共是2000。安尼，请问阿辉今年几岁？23岁。哦，你数学天才呢，你啥物都晓算。我介几岁我也唔知，而且这安怎算嘛，袂出现这个数字好无？伊是1000年老妖怪，还是你体重几千斤啊？等下，你讲像1000年老妖怪？不是，我唔是迄意思，我唔是迄个意思，你莫害我。好，多谢大家。真高会，真后会，2人一组的。恁2个哪会斗做伙哈？你是朋友还是同学？同学，老龄熟识啦，真正是老龄熟识。因2个是冤亲债主，阮俩是当机倒头安尼。看这就对啊。恁拄则讲迄这应该算是慢才对无？对，日本来的。啊，像啊慢才，恁的讲的速度爱遮尔紧。就是伊日本的迄个速度就是较紧，安尼较趣味咯。拄则你看因表演，敢若足满意的。我足介意，因为我做兵做煞啊，离开迄乌龟因兜的时阵啊，我就去日本住1年外。哦。我就去逐工去看迄个漫才。基本游戏 model 漫才。哦。迄就是我的工课，我看1年安尼。基本兴业。迄个那破绽有啥嘛？你个日本人到底嘛？对。恭喜！这有关系吗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其实因2个哦真优秀，啊，你剧本嘛袂歹，是啊，但是哦，你咧爱较有自信的，你的眼神哦，你惊，你今日拍到我啊！哦，啊，我个人认为讲吼，你上台要表演，哦，迄个自信，迄个开口，吼，一定要定好调，对不对？免惊，欢迎你啊，金高辉，对哦。马上来欢迎后一位选手一姐，欢迎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义姐。我的名义是苏蚂蚁的蚁，啊姐是一个顶悬一个雨水的雨，下骹一个真济的济，这2个字啊。加起来比话就42倍啊！咱主持人耗子2个字才12倍尔，这什么概念？我若写一届我的名吼，耗子红酒差不多猜3罐去啊！哎呦，这个速度！无过你可能唔知啦，耗子是一个品酒师。啊，讲回我家己啊，我细汉时阵考试拢足惊的，因为我名才拄写了尔，别人已经咧交考试单啊。我细汉时阵嘛足乖，足惊做唔到代志。大家应该有印象啦，做唔到代志是爱发臭家己的名。你敢知迄偌恐怖？我靠，即马还没写，还没写了呢。我唔拿比过济，我话搁较济。我一个客人来遮等规工，才为着就来讲3分钟的话，真正足爱讲话，绝对唔是为着买一个便当，唔是，绝对唔是有车马费，唔是。绝对不是要看我的偶像顺哥，嗨顺哥，你好，无烦无乐，是，规工做阿佬。我其实哦，大家讲啊，外国人啊讲台语，若是无练凳，你会感觉伊足古锥。我客人讲台语无练凳，应该加分吧？不过这做导演跟我讲，伊敢若会当讲3分钟，我想讲3分钟嘛有钱摕，袂歹。来遮吼，足紧张，看到大家吼。
唔是台语少练人，就是讲话就好笑。我要摕啥甲人比？我敢若缘投尔。这不是笑亏，你哪会笑啦？这不是笑亏，我真正是靠面咧食穿的呢。这10几档来啊，唔捌食捌过。好啦，我过来转去发草的名，嘿，唔知讲敢会搁互我几个便当，我惊我写到明仔载要写了。谢谢大家。袂歹哦，这个长度控制了袂歹哦。对啊，又把人迄个时间对无？啊，但是你是客人，哪会想讲要来讲台语的练喙话？因为我想讲来遮会当看到大家足欢喜的。上好是安尼啦，哦，20万买啊，对不对？当拄啊，才熟悉尔，你看到大家就欢喜，这是两岁的时阵咧讲的白贼话呢。这样要相信？以前你要规去台北火车头的人足济，你一直讲我看到恁足欢喜。而且身体骂人的时候，台语练转真济呢。但是我个人感觉啦。伊足符合吼，咱这个节目的精神。什么精神？我到今嘛佫唔知道，咱这。我拢无精神。到底是什么精神？摕一桶水哦，去甲迄耗子甲呛呛的，可以精神一下。我感觉因为呢，你就是哦，甲这个台语中间呢有一个呢，这个距离。你愿意用你的拍拼去超越掉你所有的障碍、甲所有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你有想到真侪笑亏。你一节慢慢讲落来，我感觉讲吼，你这个速度也好，时间也好，拢抓了袂歹，所以我感觉你是一个好模样啦。哦，拍车跑嘞，好模样。目前你这个分数真悬哦。对啊，虽然呢伊有讲白贼，但是咱嘛是原谅伊。多一句哈，伊讲伊做缘投，真的哦。今日是拜五啊！哦，16区哦，你袂当背起来。是，我有16听。你会晓练喙花？来，凊彩表演一下。表演拢小认真的，想甲你凊彩处理的啊。伫你手头内底这，敢真正是猪尔？唔是，这是流传4千多档的听的。所以我感觉你是一个好模样啦。哦，拍车跑嘞。好模样。目前你这个分数真悬哦。对啊，虽然呢伊有讲白贼，但是咱嘛是原谅伊。多一句哈，伊讲伊做缘投，真的哦，这连讲袂使佫继续讲啊。对啊，这人哪安尼？哪会安尼？小可嘿。咱这后汉生就无讲伊真缘投啊。对啊，伊怎么变啊？对啊，我是生了水。有看过美猴王无？是，恁兜拢搞哦。无要紧啦，就有勇气的。谢谢，感谢你来，恭喜！谢谢。安尼哦，最后一位选手哦。好，这个选手的名我会晓念，来，听好清楚。咱来欢迎 River。大家好，我是 River， 我是 Guru， 各位观众，今天晚你看到哪像两个人一个斗嘴鼓，其实是一个人在练笑话。到底是人在控制保安，还是保安在操作人呢？到底是这个人高赛用伤济，还是身体惊喊呢？是煞白啊！对头到尾都讲我歹话，你爱给大家介绍你的职业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火锅因是丹田放下嘴巴顶上随时变化声音讲话，一人分析几下的人格欢乐表演者，强强神经的何医师啊，何医师啦，哦，哎呀，拢同款啦，我只是吼，当初看你表演，感觉你的台语调调呢，你是安那来参加这个比赛？是安尼啦，因为台湾的何医师只有我报名啦，所以我可能我的台语普通。不过其他的何医师根本袂晓，安尼讲起来，我嘛是台湾台语上好的何医师啦。哦，是偌侪人，无够10个，伤少啊。我台湾number1你看袂出来，我听就听会出来啦。不过台湾的何语你是number1，台湾5语5校啦。你讲啥啦？不过大家别烦恼吼，伊的台语调调我紧，因为我的台语紧养叫，哪有可能啦？若是倾向爱淘汰伊就好，我会使留落来。不是啦，你留来错啦，你又袂使表演啦。讲真笑，
我当水上区竟然讲一个水公鸟来演，后果都记你较好啦。这才你的目的是无？高记，后盖交你个练，我你练啦。好啦，要换拍的嘛是换你啦。讲安尼。哦，多谢各位。过来，这嘛算是一组啦。这一个人一只怪物，这足辛苦的呢。爱陪两个人的钱。对，有当时你敢若安尼讲，啊，就有淡薄臭灵袋，佮安尼讲，佮愈难呢。愈啊袂记你就，系啊。你是做啥物工课？护理师是咧创啥？至少是有一个故事的。我本来是开补习班，开补习班。那我是教囡仔啊，就想讲有一届就看迄电视的其他护理师在教护理嘛，我想这对囡仔有帮助，就开始学啊。就开始去附近的幼儿园去教护理，去讲故事，讲啊，我的补习班就倒啊。因为无囡仔。已经无囡仔，哎，歹势，少问者，迄个是为北来讲出来，嘿，就是丹田的声嘛，声啦，迄叫做北语，北语。你头讲护语，我听做，可能是护理师啊。我想讲医生护理师，所以伊毋是护理师，伊毋是是北语，北语嘛叫我头拄画过噶，问讲啥物是护理师？护理师伊讲doctor 啊 nurse 迄款啊。护理师不是，伊讲吼。今仔日的比赛就是要互你输，要互我赢。是阮来是安尼要互你输。好啦，叫做北语。哎，你是毋是用女白的身份讲话较生气？你若是用 blue 的身份讲话咧？大家好，我blue啊，我台语足好诶，我嘛足好笑诶，我是天才。快给较自然啊！安尼阮三个吼研究决定留下 blue。佮找一个格不入啊！要毋过其实阮还是咧看剧本啦，因为剧本写嘛袂歹啊，嘛是袂歹，真好笑啊！而且最后你是叫芭比吼。就是你好大胆，你叫着不是好评的芭比，我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意思是讲你最后等者小等者，你咧讲北语的时阵吼。这款字拢无好发音，对不？所以讲你拄则叫芭比的时阵，其实我听无清楚是芭比。你拄则是你讲一遍。高记，哎，讲火气啊！对，听无清楚。所以讲你爱选应该选一个名是袂用到北这个字的。还是选陆艺术好啊？对，陆艺术，你去看嘛。我讲系陆艺术。你选你好啊，你对。所以袂使叫芭比嘛，因为芭比叫你爹地嘛。啊！你叫伊妈咪嘛？Sugar Daddy， 哎呦！哇！无啦，他有这个代志。无，我妈咪是不诋毁。今仔日免踹贵哦，我贵，我个今摆头有咧受伤。安尼帮你一条命。我是看较欢喜的。系啊，你有听有伊咧讲啥？因为我就是上爱人红啊。有啥物好笑的？看较真欢喜的。讲话嘛真有意思。好啦，帮你刷，感谢 River。谢谢。23组的选手拢已经出来自我介绍啊，介绍了，而且毋过你头拄有讲，阮有老师要敬对无？好，啊，若是阮有3个老师要互人敬的时阵，是毋是请老师嘛会当练喙花互阮看？当然啦，先练互恁看，你才看要景象啊，对无？哎，来邀请3位得主，第一位就是咱的老 K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老 K。平常的时阵啊，我上介意就是看电视，而且呢，我上介意看就是咱台湾的八点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台湾八点档上厉害就是啥？就像讲有一届，这男主角失恋，一个人足痛苦，伫遐啉烧酒。这个时阵，70多岁爸爸就来啊。好啊啦，和平啊，莫搁啉啊啦。爸比无介意你，无要紧啊。爸，你莫管我啦！唔是啊，囝，你敢知影今日是啥物日子呢？啥物日子？今日是拜五啊！哦，16区哦，第3届尔。迄演员70多岁啊，搁咧开咧爬起来，16届。
刚才这演员不是找迄阮的顺哥来演，因为我知影你有痛风，哭咧袂当爬起来。是，我有16痛，16痛，真好真好。而且呢，咱的便当档厉害的，就是伊有时阵会摕一寡广告写伫内底。就是我讲有一届，这主角因全家拢破产啦，无钱啊，因的厝要互别人收去。这时阵主角就伫咧客厅内底啊搬厝啊搬物件啊。伊这个70多岁的老爸爸，就公公啊，坐伫客厅内底，爸，差不多啊，这已经毋是阮的厝啊，行啦，是要行去对。你敢知影？自你细汉的时阵，阮就住伫遮，已经住40多年啊。即摆讲走就走，讲搬就搬，我安怎会当放下这个家、这个桌啊、这个椅啊，啊，还有这个电动按摩椅，用3段的速度会当变。有 AI 会当好我按拳啊，抓感拢袂痛，都爽痛安尼。爸，毋是，这已经毋是阮的厝啊，阮行啦，阮是会当行去对，阮会当去宜兰啊，毋是啊，戆囝，宜兰阮兜嘛无厝，阮去创啥？毋是啦，爸，伫宜兰，即马开始到9月10日是上大的国际兰花节。唔当去会当收水、看风景、看花，搁会当 BBQ 哦。囝，你是真正讲呢？阮已经破产啦，阮无钱啊！你敢知影？爸，免烦恼，这个国际兰花节伊是免门票的哦，就算破产，嘛当算啊足欢喜的啦。心目当中，敢有家己想要收的迄个学生？袂使算我哦。你甲阮的评审拢共款，拢选外表诶，毋是，就选你的得主来，来，哎呦，哈，那安尼是哈。囝，你是真正讲呢？阮已经破产啦，阮无钱啊！你敢知影？爸，免烦恼，这个国际兰花节伊是免门票的哦，就算破产，嘛当算啊足欢喜的啦。这个时阵，歹人出现啊，毋是啊，我已经甲你讲过啊，你3天就要搬出去，今仔日已经是第4天啊，恁拢伫咧遮创啥？毋是昨日拜六、拜日2天放假呢，为什么安怎搬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互你3天无法度搬，因为前2天是放假就对啊。迄就是因为你无找迄个路易斯搬厝公司啊，路易斯搬厝专线走透透，每一个假日拢唔免加钱，拢有专线服务。路易斯家具，赞！谢谢大家，我是老 K。哦，感谢老 K，阮有三个老师，这第一个名。再来是咱第位导师来当的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党的。我相信大家人拢跟我同款吼，台语拢是甲爸爸妈妈学的，对无？除了爸爸妈妈以外咧，我学台语吼，佮有靠路人的客人车运上。我以前头路的关系吼，我嘛常常去台中出差。有一回吼，因为石头做了较晚，我想讲叫一只客人车载我来去食宵夜咧。运将讲吼，我嘛要无应该差不多啊，巴肚嘛淡薄仔枵啊，无咱做伙来去民生路遐食鸭吧。我想讲嘛袂歹咧，我一个人食嘛介无聊，做伙来是安怎？无要紧啊，就去啊嘛。到迄个鸭肉摊，我就讲我日时吼咧食头路，暗时吼咧练喙花。伊听了，我直接拼落，啥？你会晓练喙花？来，凊彩表演一下。注意啊，练喙花的演员同讨厌的，就是你叫阮凊彩表演一下。阮表演拢小认真的，想甲你凊彩处理的啊。但是袂当甲抢，我就甲哪讲，我就讲无啦，这算我个人的兴趣尔啦。无阮将都爱请教一下呢，你有啥物兴趣？伊讲哇，我平常时咧走车，假日我拢走马拉松呢。我讲你真正是骨力去拼命呢。你凊彩甲我走一下。多谢大家。
感谢大家的，谢谢。刷来就是咱第3位的得主哦，上会一位啊，欢迎咱的吴亦和，欢迎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摆联粹会老师，我叫做吴亦和。大家应该知影哈，咱联粹会上重要的能力是啥？思考，对吧？生活当中有足侪代志，你平常时无感觉安那，但是你甲想落了后，你就会发现讲，足侪代志真正是足白痴的。比如讲，我细汉的时阵啊，阮爸就会甲我阿姊讲，吼，查某囡仔吼，食饭的时阵爱注意，你提箸爱注意，你若提甲愈悬，你就安那，嫁愈远。现场敢有迄姐姐妹妹吼，你是足想要嫁，但是一直找无人的，有无？有无？哦，花姊啊，调整一下，你食饭时阵你提箸的位啦，恁翁就无带你这区嘛，对无？若是讲，你想讲，阮兜厝边隔壁。人生甲足缘投，足想要嫁互伊的，免啊？无毋对，提箸的时阵就安尼提。你若是想要嫁较远的，对无？你想要嫁去美国，免啊？对，你提迄3面迄箸，有无？这有够长啊！各位啊，伫你手头内底这，敢真正是箸尔？毋是，这是流传4千外档的听的。不过讲到结婚吼，我今年是42岁，未结婚。阮厝内底的人拢足烦恼的，尤其是阮阿嬷。阮阿嬷今年是80外要90啊，身体足无好的。我今年过年的时阵，我就转去花莲甲看。阮阿嬷看到我吼，面像结规圆的，敢若包仔咧。孙啊，你是当时要结婚啊？你也知影呢，阿嬷即摆身体足歹的你唔较早结的吼，到时你结婚的时阵，阿嬷往生去阿嬷看无呢。时段啊，甲你讲这讲话吼，你真是心肝会足疼的。我迄时阵就看着阮阿嬷的目睭，我就紧紧甲上落。我讲，阿嬷，慢呢啦，若无你互我一个deadline嘛。多谢大家，我是吴亦和，大家。欢迎亦和，咱刷来呢，2位导师拢来甲咱的舞台当中，即摆是足紧张的时间哦，因为阮有一寡条件要先互阮选手知影，要安怎选？我甲恁讲，这3位吼导师吼，念面阮算甲啥，恁就冲过来。你心目当中，你上介，你就去徛咧伊的后壁。好。若拢无人选嘛是会使。无人选嘛会使。会使。因为见笑是因咧见笑。无啦，风格无共款，但是咱敢要问看下老师，伊心目当中敢有家己想要收的迄个学生？袂使选某哦。袂使选我哦。袂使选芭比哦。龙龙好，靠伫心内底，莫甲问是安怎？因为身材好，咱就莫问。好来，亦和老师。和平会当选嘛？袂使啦，敢有这个机会？来，拜师。命修行啊啦，袂使啦。我叫山猪。山猪袂歹，安尼了解。像安尼就够水。有连线，老哥。哇，应该是迄啦，龙。什么？你爱转移，你一定爱转移。恁甲阮的秉性拢共款，拢选外表的。不是，足过分。即摆紧张的时阵来啊！来，3位咱，你到底介意倒一个导师来？1、2、3，选你的导师来！来，来，8秒，7秒，6秒。哎呦！那安尼是你观众朋友，我唔知后壁有啥物人。
好，好，算了啊，算了啊。来，今晚呢，请咱3位导师，会使，咱边过来看，我过来看，到底你的学生是啥？好，上的上济，目前上济吼，还是上少？迄已经无重要的，重要是龙龙伫倒位？龙龙，你伫对，龙龙，你真漂亮！来，龙龙你来，你惨嘛，你来，你最后大家拢选你最后是哪选咱爱党？因为就是阮爸爸有迄个亲切感，无当长表的发好人卡啦。我感觉你会当过去啊，有安全感，有安全感对。了解，安尼好啊哦。好啊，那这边咧，这边，哇，有啦，双弟有来，来，你来。双弟站的啊，双弟你是安那？要选咱叶科老师。系啊，我有去庙内底跋杯。所以你新明叫你选我，新明安怎讲？我有3个圣杯。爱党的有杯无？这个有2杯。2杯，老 K 咧？咧，不是啊，迄杯，3杯，伊笑杯。对，你还知？笑杯，哦，新明甲讲的啦。好，选了好，来，恭喜哦！哎呦好啊，惨嘛，因为第3队吼，即摆意思就是讲，伊拢无介意啦，伊介意龙龙伫别人遐。但是你看，芭比，好评啊，你看啦，爱选伊呢，唔通叫伊芭比，要叫伊黄太太。我刚才当讲芭比就交好你啊，老 K。甲你讲啊，做老师你买。是安那要选老 K？因为伊嘛是世新大学的学长。先拜啦。学长啊，就对啦。好，安尼阮3队拢已经选好啊。过来，阮就要训练啊！来训练啊，过来，阮要 official 比赛啊！正式要比赛啊，大家更加期待哦！大家来车拼啊！吹落去，等下，再会。哇，足侪人诶！